热天一日到，真侪水果拢伫大出，其中台南的山啊，互人上期待。为了宣传明仔载台南国际山啊节，市长黄伟哲甲农粮署的人员召出动，邀请全国乡亲做去台南佚佗食山啊。由山野公主交由带来好听的歌曲，为台南国际山野节记者会起鼓。今年山野节活动会伫咧明仔载走马路农场大规模。虽然今年因为气候影响，山野产量减少，不过农民有真用心伫咧照顾，互伊的品质水甜都嘛真甜。积极推动我们的产销履历验证，这一切都是要维持我们芒果的品质跟供量的稳定。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努力，能够让农民的芒果销售更广，让他们的收益更好，让消费者都能品尝到最好的台南芒果。在记者会上解，台南高级星级饭店推出山野入菜的创意料理，后来台南省游客会当带到素食饭店，买当食到山野的好滋味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